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手段，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银发也能闪耀光彩，歌声让我们更自在。年岁的数字从不感慨，心中青春永远存在。每句话音都充满爱，一起唱歌，星空最亮。老人尽显自己主宰，每个音符星火在放，欢喜来唱歌，快乐无限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交错，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特别呈现，欢喜来唱歌。节目开始。大家下午好。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在梦里相依偎。会唱的朋友，请跟我们一起唱哦，双手请借给我们。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已经也添了心碎。你就要
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欢迎收看《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嘿！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健美大哥跟浩浩又再次合体啦。距离呢，我们上一次呢跟大家见面啊，我想一下算一算，哎呀，应该是1个半月前的事情了。是的哇，1个半月，那1个半月后呢？大家还好吗 Are you good？耶！看到大家身体好、平安，我们就开心了。哎，那这1个半月不见大家，我们在这里呢，哎呀，大哥你要来到中间的这个位置来，哈。大哥，请因为呢受我们小弟跟小妹一拜。哎，怎么样？爱拜什么？哎，拜师傅呢？这1个半月不见了，您可是哇光荣了，哎呀这，个得了红星大奖呀！恭喜老爷啊！恭喜老爷来，实大，请问谢谢是哪里大？哪里哎呀，头大，眼睛大，鼻子大，耳朵大，大？年纪大，年纪大，是你第几座的红星大奖的讲座了？第10座了。哇，第10，哎呀，我发梦的，发梦，真正第5座。第5座，哎哎，过了一半了，过半了。是他们给的实在很慢了，还要5年才10座，不会一次过给我。 OK， 那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就颁另外一个5座给你好了。好那要不要做一个奖项啊？比较快。啊，你看读后了啊！你80大寿的时候刚刚好拿第10座了，好不好？77了，77。刚刚我们唱的祝的歌是刚刚我们唱的歌呢，这个歌手非常的厉害，当然创作者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音乐教父是谁呀？刘家昌，耶！对，用福建话讲一次。老家中，穷啦，啊，穷，老家穷，什么老家村？哦，穷，啊，无人讲我讲家中诶，家聪哦。你老大人听唔对啊？也要尊重一点好不好？音乐大师是哦，这是很多巨星的伯乐，嗯也是恩师，比如说是尤雅唱的往事只能回味，啊，邓丽君、啊，独上西楼，黄莺莺、云河。沈燕。一起凉。哦，有啦，沈燕有一条，天上星星数清啊，串心，费玉清。晚安曲。哦，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你的不是这个柔派的，你的是翁倩有玉、力的。哎，翁倩玉的《海鸥》。凤灰灰。哎，敲敲门。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都是出自他大师的手笔。厉害哦是，那我们也知道呢，除了他写歌非常非常的厉害之外呢，也当了我们的导演，也拍了电影啊，果然非常有才华，把它放到哪里都可以发光发亮。哇，听说哦，他一部电影哦，只拍7天就拍完了。啊，厉害！哦，这么快啊梁志强还要拍2个月，哎呦，哦，哎，我阿公也是一样呢，7天就回来了。那个回来跟拍电影不一样啦。那你看，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把浩浩放在这里，你们觉得，他会不会在这里发光发热呢？可别说我们，你们2位也是啦。也对哈。对对对，所以你觉得把我们3位放在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会不会发光发亮啊？会不会啊？请表示一下。谢谢，大家有目共睹。对，其实我们3个呢，每个月都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唱歌给大家听。所以你们觉得你们幸福吗？谢谢你们。啊 ，sorry 哈，我姓陈。我也挺想。我谢你啦，我谢哇，你啦。今天全部是服饰工会，幸福啊！这个幸福，幸福幸福，听我们唱歌，他们觉得很幸福，能够为你们大家
载歌载舞、高歌集曲也是我们的荣幸啊，我们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跟开心。尤其呢，可以演唱这些经典的好歌，这位歌坛巨星啊，真的值得让我们大家呢一同来怀念。虽然他病逝啊，离开了我们，大概去年度的时候离开了我们，但是还是留下了很多美好的音符、美好的音乐献给我们。那今天我们刚刚的那首开场歌曲《往事只能回味》，汉子撒口。喂，就是撒口喂，哎，你讲你自己就好哦。哦，给哦，讲你自己就好。我们差不多哦。我们不会很喂哈。那个是假里面加了鞋垫哦。我有看到你们两位的头皮哈。我们3个人呢，哎，刚刚开场的那首歌，为什么会选择那首歌呢？是因为这首开场歌曲是由 Happy Club 的好朋友们投票出来的哦。哎 ，Happy Club 是什么呢 ？Happy Club 呢，就是 Happy Club 咯。那等一下呢，可以到我们的外头去啊，跟我们的工作人员了解一下怎么加入这个群组，得到我们欢喜来唱歌第1手的消息。每一场的演出，也感谢 Happy Club 的 member 帮我们投票出呢你们最想听的歌。谢谢你们每一次的投票，要不然呢，每一次我们要选开场歌都哇，一个头2个大。好听啊！特别是刘家昌老师5000多首歌啊，哇，这么多首歌，今天选唱20几首，好不好？今天我们同时也要跟我们线上的朋友，还有我们的这个 WeChat 的朋友，大家 say hello， 欢迎欢迎。我们也有在脸书做同步直播，所以大家也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找寻我们的 Singapore Chinese Cultural Center， 我们也在做直播喽，帮我们刷个留言。是的，谢谢。那这个直播的好处就是有些人买不到票，买不到票没有办法看，他也可以在家里面看，或者是外国的朋友，有很多我们国外的朋友，对啊。但是线上看跟现场看那个感觉又不一样了。是让我们这个华族文化中心呢，哇，扬名海外。谢谢大家，还没有关注我们的朋友，赶快关注哦。那说到刘家昌大哥，你有看过他本人吗？有看过本尊吗？应该你要问他有没有看过我。我要去哪里问？你说到我们要说到刘家昌这3个字，至少也要有跟他有一点关系。哇！这个是有一次在电视筹款，太和观的这个电视筹款。但是他老人家看起来不是很开心，你跟他合照呢？那快饼。对他的脸哈，有很多问号。安总，为什么？这个为什么人来？把我翕相？不可能，他一定认识你的吗？不认识，不对，他应该不认识我。他应该认识，连周润发这一次都会叫你的名，不是吗？周润发没有，他没有叫我的。他是叫李南星，对不起。你何必这样嘞？好好先生，妈来让你管对不？所以这个是这个看起来几年前呢？看你的脸就2、3年前吧。哪可能？你的脸像阿公阿妈，现在他们的孩子最喜欢的拉布布了，你的脸，多 Q 嘞！3年，疫情前吧？不是，1年前、2年前、几年前了，3、4年前，应该是疫情之后了。疫情之后，好，也是捕捉到的这个非常珍贵的一刻，对不对？看出这个大师哈，真的有那个他有那种风范、荣耀感、威严。哇，他觉得有机会跟陈建斌拍照，是他一生的荣耀。你是不是搞那个模糊了那个焦点啊，哥？也是，所以以后那真少甲伊翕相咧，那么来翕真2张。也是，那下摆哦，有机会嘛来放出来，互人看，讲我能甲你翕过相嘛？来，各位帮忙一下哈，来，倒数5秒钟，来，我们跟建斌大哥合影一张，来开始，5、4、3、2、1，还没有。大哥，你要笑还不笑？你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周润发了 ，OK？ 我是大师，笑不要笑？抽一点。好。那我们笑。我要笑得很灿烂的那一种。1、2、3，耶！好，以后我就有机会把这个顶错你老花看不见啊。你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可以放你的照片。没有啊，以后你用我的照片，你不知道厉害。你看那个陈建斌都不甘愿跟他们拍照。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来喽。我们马上呢要来听一下大师的歌喽。全部是刘家昌的经典名曲。是他的歌比较抒情一点。当然我们安排歌手也不会随便，必须要有一定的功力，
哎呀，才能演唱刘大师的作品。是的，所以呢，我们马上就来欢迎到的这位黄浩峰，是我们的美声王子，王子www 给大家带来的这首华语歌曲《秋诗翩翩》，欢迎浩峰 Kelvin。深秋风又红，秋去留残梦。我幸福足于流水，恰似落叶任飘零。转眼之间，白雪遮晴空。寒风袭严冬，莫待樱花树开春来，夜踏雪寻芳踪。深秋风又红，秋去留残梦。我幸福足于流水，恰似落叶如飘零。转眼之间，白雪遮晴空。寒风袭严冬，莫待樱花树开春来，夜踏雪寻芳踪。转眼之间，白雪遮晴空。寒风袭严冬，莫待樱花树开春来，夜踏雪寻芳踪。秋诗翩翩，谢谢，非常感谢大家掌声。大家好，啊，我们的建明大哥好，你好我们浩师兄好，我们李佩芬好，你们好。浩峰是来自我们邻国马来西亚的哪里啊？我其实来自吉隆坡，吉隆坡吉。隆坡对。那么现在住在新山，其实我30年前就认识他爸爸哦，真的。啊，对他爸爸叫黄蜜蜂，没有啦老，爸黄飞鸿好啦，但是哦，因老爸我也是出怪哦，对，我爸爸是叫黄循财。那个是我爸爸，先 OK，生不，要乱套，你先生接得很好哦。先生，你好大胆哦！啊，再看你还想回新山吗乱？乱讲这3个字，你知道讲过这乱讲3个字的人都已经聊在 custom，对 OK 啦，同名同姓的可能有很多。对啦他爸爸我那个循是许密的循啊啊，不用再多做解释了。他爸爸不叫黄什么，他是你爸姓什么姓黄的，对，但是他艺名叫艺名姓杜，杜晓峰。杜晓峰，对对对。哦这种风哎就对啦，还有一首小对对，风啊，我们是小风啊，我们2个加起来就好像那个吉隆坡的双峰塔对，他爸爸有一首歌很流行的什么，歌？在当年2005年，这首歌很红遍整个新马英泰卡拉 OK 里，对卡拉 OK 中心，这首歌叫做《深深的爱》。那你爸爸唱的有？呀，哎，这首歌是李茂山
大哥唱的，那么他翻唱。那时候候这首歌在李茂山的这个大哥的这个唱片呢，属于是可能二线、三线的歌曲，没有什么留意，因为他当时很多红的歌，那么我爸爸就选到这首歌，那也知道跑上来，然后后来李茂山大哥也把它拿出来，对，哦怎样唱所以你跟你爸爸的歌路跟曲风都不一样哈。我跟我爸爸的歌路跟曲风啊，当然是不一样啊。爸爸是属于哪一方面的？他是属于那个矮的唱法的。矮的唱没有这首《深深的爱》怎么唱啊？世界上没人能够比我更爱你。他有听过吗？为什么你要离我远去？对。是，就好像这个很流行那时候，对，深深的爱，说卡拉 OK 必点的歌曲。他有他爸爸的细胞是也蛮会唱的。当然是我有爸爸细胞，难道是有你的细胞吗？有些没有细胞，有些是大包，有些叉烧包，有些莲蓉包，你是细胞。OK。死了就让迄麻雀拍袂水，死了就让人包起啊！你讲。你还为你是讲麻雀哈？我讲麻雀啊。我想讲死了还丢包。麻雀拍不好，你还丢包爆我可呢。那《秋诗翩翩》对你来说，为什么想要选唱特别想要选唱这一首歌？其实因为费玉清大哥，他有翻唱这首歌。这首歌的原唱者应该没有错，是银霞。银霞。那么我看过，我因为会听这首歌，是因为费玉清大哥。然后你觉得这个很适合，刚好这个歌路适合。费玉清也是刘家昌的徒弟。对。刘老师还有什么徒弟啊？还有谁是？凤飞飞。哇。尤雅。珍妮也是。对。我都不知道。刘文正。我不知道哎。都是。你不可能不知道。我只知道张养兴而已。卖婆啦，比较近期的我比较知道，前期的比较不懂。所以他收的徒弟有没有不红的？应该都红哈，都是呢。他其实蛮多徒弟的，其实马来西亚也是有几个徒弟也是他徒弟。对，我也是认识。大哥也是，你也是他徒弟啊？收一些徒弟。我没有，你也该收一些徒弟的。真的。要不然以后你要收我做徒弟吗？我不要，因为徒弟都要来拜我，没有都要一拜徒弟，我就一拜徒弟呀。开玩笑。那没有，你不用担心，我们不要1拜，我们3拜，再拜。好了，下次要传授一点您的这个看家本领哈，给我们这些后浪好不好？谢谢。那第二首歌曲，我们浩峰想为我们，这首歌我就比较陌生一点叫做《对着月亮诉情意》。对着月亮诉情意是刘家昌老师的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一首歌曲，难度很高。我会认识这首歌是因为我喜欢刘家昌老师的开始的第一首歌曲。因为后面有一个转音哇，他是不是因为自己要唱这首歌，所以他自己说难度很高？好像是我们就看难度到底有没有那么高。好 ，OK， 那大家来给我们多多指教，给您带来这首《对着月亮诉情意》，听听看。的夜里，明月照大地，夜静有时我想起你，那一段甜蜜，那一段情谊，我依然没有忘记。就在月夜里，我们俩相遇。你说你永记在心底，自从那一天我俩没再见面，难道这是句谎言？为什么我时刻都痴痴地怀念？为什么我分秒都徘徊留恋？为什么我分秒都
想见到你一面。静静的夜里，明月照大地，景色依旧，但没有你。只有我自己呀，只有我自己，对着月亮诉情意。为什么我时刻都痴痴地怀念？为什么我天天都徘徊不恋？为什么我分秒都想见到你一面？静静的夜里，明月照大地，景色依旧，但没有你。只有我自己呀，只有我自己，对着月亮诉情意。掌声如雷。谢谢浩峰精彩的演唱，谢谢，谢谢，辛苦了，你的月亮在后面等着你了哈。唱完要回新山去。是哈，一路奔波哈，对还好还好，年轻啦，OK 啦。还蛮近的啦，不会很远。 OK 我们今天节目的安排呢，邀请到每一位出场的，至少都是跟刘大师有关系。哎，是，当然，浩峰因为他还年轻对，啊，但是他的声线有本来他就叫马来西亚这个费玉清，美声王子对这，样。美声王子，所以我们找他来是演绎这个刘大师的2首经典歌曲是呀。但下来呢，哇就不一样了。下来哈，哇，紧张还要下来。接下来的意思，接下来节目的这个流程了。你真的要这样幼稚吗？我讲下来你就下去吗？你叫我上来，我也是会上来的。等一下，他讲马上，他又要讲阳下了。下来这位贵宾呢，他是刘家昌的入室弟子。哇哦，真的有敬茶的哦。有敬茶，有送金链的。哇，没有啦，送什么金链呐？送房子而已啦。而且是新加坡唯一的一位，OK，唯一的一位。他的收的徒弟。哎，他也是一位企业家，对他，也是老板。也是一位大慈善家，所以他可能是送他很多间卡拉 OK 哦。所以也是我们新加坡的卡拉 OK 大王啊。是来，掌声欢迎张养新先生。哟嘿，看了大家下午好。 ，Hello，养新大哥好。呀，大家好。你好，你好。好。其实张养新的背景呢，就年轻的时候也是比赛常胜军呐，经常比赛。77年就参加歌唱比对，赛，很爱唱歌，所以他从事的事业跟歌唱有关系。对，这个是有兴趣。就是那个 BM 我的产品就是对日本的产品，日本产品 MB 哇，几乎家家户户都是装这个品牌比。较多一点啊。是的，而且呢，我们呢又要开一间新的分行了啊。是的到时呢，也请大家呢多多的支持。而且他的卡8拉月1号就主龙，对他的卡拉 OK 与众不同，很便宜，很便宜的，对不对？不卖烟不卖酒，1块钱的 Coca-Cola。哇，你看，做佛心了。真的是他做好事，他不是社赚钱。会企业的，所以你看他所，以大家如果去那边支持的话，可以一人抱3箱 Coca-Cola 回家。所以你看他做这么多的好人好事，你看对上天呢就赐了这一个非常难得的跟刘家昌老师有这个师徒之缘。对，我们来看看一些这个对短片。哇，
来，他本人一群好朋友，这是在华泉小村，江西的江华泉西小村。华泉小村是刘家昌，刘家昌怎么会有这个机缘呢？杨就信大哥，就那时候我这个支持那个弹唱人啊，就是刘老师的演唱会，艺人的演唱会，他总共办了2场，2场我都是赞助商，赞助商，然后就因为这样就认识了老师，又跟他做了朋友，就去华泉小村去拜访他。那哪里知道有一次真的跟他很有缘了，从早上吃早餐，然后就吃中餐，泡茶中餐呢就下午茶，泡茶对，下午茶，再吃晚餐，然后又到晚餐又再去卡拉 OK 唱歌，然后就唱老师的那。杨信大哥，不好意思，这是在他的家吗？这个是在酒店。他的酒店，这个是他的酒店，总统套房哎。他给我住总统。一天下来这个流程，他就说，哎，杨师，没有，你来做我的，还没。那这样就结了善缘，他很喜欢我，就是跟你觉得投缘呐。然后就一直去找老师，所以我有一天我就跟老师说，我每次称呼你老师，那你要正式成为我的真正的老师，我就。哎呀，就跪下去了，就可以跟你敬茶嘛。老师点头 ，OK。哇，那也是经过一段的交往刘老师了解你的为人，对，所以你一提出这个要求，他就马上答应。对，所以真的有行拜师之礼的确是有的，OK，是哇，所以非常难得的这个缘分，是，对。所以刘老师离开你也是很难过的哈。那时候去年嘛，7月我去看他，已经身体不好了，那肺还有脑都有问题了。然后8月我又担心了，又再过去看他，第2次更加辛苦了，坐轮椅了。但是他家有一个很大的卡拉 OK， 哇，真的很美。那我们就听我们唱歌了，他坐轮椅听我们唱歌。然后我也很荣幸跟江青那个。在水一方的那个演唱酱油的江青，不江磊 ，sorry， 对不起，江磊，在水一方的跟江磊一起唱歌，然后老师很开心，一直鼓掌，然后第3次我在看老师就9月，所以7月、8月、9月去看老师的时候，老师真的已经身体有点虚弱了，就坦然不能起身了。他看到我，他就真的起来起来了就跟我。就没办法聊了，就那种眼神交流，我就已经不能言语，我就受不了了，真的。没关系，老师永远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是的，他的这个歌曲他作词的歌、作曲的歌曲永流传，永远留在。听说老师的人很好的，只是脾气坏一点，他人不会怎么样的。真的，你跟他交往的时候。你会很喜欢他的，他对我们很好的，所以幽默嘛，你很幽默的，很幽默的人，真的很有才华，你就心存感激。我也看到你很多场合都唱的他的一首歌，对，就是要报答。是报答，就是老师特地写给，就是那个邵逸夫，他的太太是方玉华嘛，他们50年的感情不变，所以唱到那首歌。中间那个口呢，我就每次很感动，我想就是也唱给我老婆听嘛。so sweet。因为你们待会听的歌词，就是如果还有来世的意思，我还会选他。所以这首歌现场所有做丈夫的要学起来，真的要学，唱给你太太，唱给太太听而且我跟我太太说，你不要去喝那个刘德华的忘情水，不然找不到你了，下一次把你忘掉了。好，那现在我们就马上来听杨信大哥带来这首歌曲。报答，谢谢，非常感动的一首歌曲，大家听听看。谢谢。如果能再有一生。我还会要你，愿将我们俩连在一起，
注定不能分离。你照顾了我一生，我深深感激，不知怎样来回报，把自己送给你。这已是我的全部，再没其他东西。两个人的相处不容易，应该多加珍惜。如果能再有你一生，我还会选你，因为今生对你熟悉，沟通比较容易。如果能再有你一生，我还会要你，愿将我们俩连在一起，注定不能分离。你照顾了我一生，我深深感激，不知怎样来回报，把自己送给你。这已是我的全部，再没其他东西。两个人的相处不容易，应该多加珍惜。如果能再有你一生，我还会选你，因为今生对你熟悉，沟通比较容易。谢谢，很感动。我们歌手就是喜欢，更重要的就是大家的鼓励掌声。那下来这首歌《小丑》，大家都了解，小丑每次在舞台表演的时候，这很心酸的嘛。但是他们主要还是一样，就是要有大家的鼓励的掌声。小丑献给大家，谢谢。在欢呼之中响起，眼泪涌在笑容里，启幕是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是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丑，小丑，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
呈现给你。谢谢。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眼泪涌在笑容里，序幕是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是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丑，小丑，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给你。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丑，小丑，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给你。再次掌声鼓励鼓励，谢谢张养谢谢新先生精彩的演唱。哎呀，拉低赛呀，你可不可以走快一点哈？啥的垃圾事？拉低赛，哎，我觉得奇怪了，这个礼拜哦，我都没有给你钱，为什么你有钱去巴沙买菜啊？是你走这边，这边是行人专用的，这个你不用给我钱，因为那个 government 啊有给 CDC voucher 垃圾事都哦，买你 CDC 用我的 CDC voucher。不是说用你的啦，是 government 给你要买很多菜，什么高丽菜、玫瑰菜。哎，上！哎，阿公有没有受伤？阿公，哎呦，没事是哪一个不会嫁的，把他的百姓给气走？不要干中，不要干中。看路啊！弄到我的阿公，等一下我告你啊！眼睛着在地上，哎，爸，拉蒂赛，哎呦，哎呦，怎么是你？怎么这么鲁莽啊？啊，是吧？乱踩脚车，哎，这里哦是行人专用道嘞，哎，我知道啊，怎么可以踩脚车？哎，行人呢？呀，行人专用道来的啊哦，啊，我是你的脚车讲踩的。你会不会行人专用道？跟他讲不会，跟他讲我跟你解释。你们两个也看一下路吗？什么？这边是我们的路吗？不知道没？从2025年，也就是今年7月1号开始，为了提升行人的安全，尤其是年长者、老人家啊、感人呐、孩童，脚踏车道相邻的行人专用道，只限于呢行人和行动辅助工具用户者使用。这个条例只有用在这种有颜色区分的道路，普通 normal 没有挂颜色的哈，大家不要乱分啊。哎，对了，你没有看到左边这一条
就是行人专用道。哦，你看没有看到按摩？要按摩不要？PEDES TRIANS，好，这叫做 pedestrian 啊，要不？好像不是这样念呢。 Bars is called pedestrian only. I know pedestrian only。 Yeah. 可能是那欧尼啦。邻居，你们会念吗？我们一起叫阿公念 pedestrian only， 1、2、3。耶，有些有人还有死的嘞 ，pedestrian 死 only。哎呀，他们也没有多厉害啦，读到裸裸这样。啊，裸裸不清啊。 pedestrian 是什么嘞 ？pedestrian 是行人，行人就是可行的人。大家走在路上就是行人。还有呢，行动辅助工具用者，行动辅助工具是什么嘞？啊，讲的你唔知用看的哈。行动辅助工具啊，就是呢，那你这个叫做 PMD， 你有看过这款无？有当时有老人家脚无力，爱出去买菜。啊，有当时会画这个，咱咧去炸掉伊的咯。有当时伊个会真凶的，甲你讲，下吧，哦，不要耍，不快点话来啊！这样子，那像我们这些喜欢骑脚车的朋友，那样怎么办呢？哎呀，骑脚车的朋友，你不会看咩？这边不是画一个百喜哥咯？看到了。啊，这个是你们用的啊这个是走路用的，哦这个是有轮的用的。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骑脚踏车，或者是电动，或者是非电动个人代步工具，请用这边一个咖喱油个昂色，真清楚啊，真清楚啊。对呀。这样子我就知道了啦，就是行动辅助工具哈，这个没有轮子嘛，对不对？啊，就2轮而已啦。那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使用这个行人专用道嘞？怎么样才行人专用道？这些辅助工具哦是代步用途，所以呢，这个速度呢比你们脚踏车来的慢一点，所以他们都可以用我们的这个行人道这边。哦，原来如此，这样我知道了啦。就是有轮子的，就是全部通通都使用这个红地毯就对了啦，星光大道啦，对，那行走或者是呢这个行动辅助工具等啊，速度会比较慢一点，代步这个工具就用另外一边哦。也可以用了，那两边都可以用了。好，对不对？啊，来，会比较好啦。要是呢，你在左边这个行人道，按摩叫什么？ pedestrian only。pedestrian only，OK， 那就可以。是 pedestrian only 啦。pedestrian only。如果你在这条 pedestrian only， 这个行人专用道使用这些脚踏车或者滑板车的话，就会怎样呢？你丢乌公啊！我跟你，Singapore is a fine city 啊，给你这样 fine 你就知道。不是这样的啦，好，那我都了解，我就知道就好了。我要去开会了，真的来不及了啦，拉迪赛，拉迪什，好好照顾我爸爸啊。OK boss。下班我要回去吃饭了。睡你哦。拍手，sorry。那你得弄知道嘞。安多你硬行这边。我们这个轮胎自己走的。都跟你讲走红地毯了。红地毯这个人走的 pedestrian only，OK。红地毯。哎呦，驾慢一点呐。哎呦，年轻人就是这样。去瞅，你驾这样乱来的，红色的是你的，白色的是。对呀，然后欧公还是我给的。哎，对嘞。因为我是阿公嘛，欧公就是阿公的。公给雷熊活开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啦，我们这个是多管齐下打造一个优雅的骑行文化呀，就是照顾年长的朋友、路上的行人啊，还有需要用到那个什么行动辅助工具的朋友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不听话的年长人士有时会。走着，然后就到那个脚车道就去走红地毯了拿红星大奖要走错。所以呢，我们大家要合作了该走哪一条道就走哪一条道，这样就可以照顾年长者的安全，好不好？所以年长者记得走路一定要走行人专用道。白色的白色的这边，红的就交给他们呐。白的，来再来念一次，跟我念一次，跟我念，我的比较准Rescue me. Pedestrian. Bless you.
也是啦，现在啦，像我爸爸每次讲外不会罗叻啊，罗叻啊，罗叻就罗叻啦，所以啦，知道了哈，大家要呢，眼观四方啦，耳听多少方啊？耳听八方。 OK 啦，眼观四方。眼观四面。 OK， 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哎，尽量呢走在行人专用道就好了，知不知道？大家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我们互相体谅，在路上呢就可以很安全，安全出门，安全回家，安心出门，安心回家。OK， 那接着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的听歌了。继续听歌，听我们刘大师的歌曲。这首歌呢是什么歌呢？哇，这首歌是他。 听说啊，刚才我们跟蔡老师沟通了一下，他说这是他新加坡还是台湾演唱会的开场的歌曲哦。所以你看这首歌对刘老师来说多么的重要。对，这首歌叫一帘幽梦。Let's welcome 浩浩。 我有一点幽梦，不知与谁能共，多少秘密在其中，欲俗人能懂。 更深路中，今夜落花沉重，春来春去就无踪，徒留一帘幽梦。谁能见我情中？ 若能相知又相逢，共此一帘幽梦。窗外更深路中，今夜落花沉重。 春来春去俱无踪，徒留一帘幽梦。云河。 云河，云河里有个我，随风飘过，从没有找到真正的我。一片片白茫茫遥远的云河，像雾般朦胧的掩住了我。我要随着微风飘出云河，勇敢地走出那空虚寂寞。 云河呀，云河，云河里有个我，随风飘过，从没有找到真正的我。一片片白茫茫遥远的云河。 朦胧地掩住了我，我要随着微风飘出云河，
寂寞。会唱的朋友一起来。一片片白茫茫遥远的云河，像雾般朦胧地掩住了我。我要随着微风飘出云河，勇敢地走出那空虚寂寞。谢谢您的掌声，谢谢您的鼓励，谢谢您的拍拍手，拍拍手的朋友横财就手，得心应手，好运通通都有，谢谢。哇，谢谢谢谢，说到好运通通都有，你才有尖叫是不是？哎呦，想要好运通通有的朋友，来一个掌声加尖叫声！哇，今天我们2场的朋友都非常的热情啊，而且每一位呢都是呢，哇，用最专业的观众级的享受，然后呢一起来聆听我们今天的音乐飨宴呢，非常的感谢大家。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带来这一首歌曲，是否可以借助大家的双手一下，左手拍右手，做一个好朋友，可以吗 ？OK， 如果你偏财少一点，你就用左手；正财少一点，你就用右手；你正财偏财一起来，就用双手，可以吗？好，这一首歌相信大家都会唱。哎，欢迎光临，刚刚才来的吗？哦，不是啊。OK， 所以是刚刚我唱歌的时候去了吗？是哈。OK， 所以你看我的歌声真的非常有利尿的功能，有吗？谢谢哈，谢谢。所以要上厕所的朋友真的不用担心哈，去上。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呦，歌手在唱歌哦，去上厕所是非常的不礼貌的哈。对对对，如果你真的不好意思去上厕所，那对你的膀胱才是不礼貌的行为啊！哈 ，OK， 好，大家不要忍啊！哈，好的，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希望大家呢借助您的双手跟我一起来拍手，当然也跟我呢跟着大荧幕，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小诗》。我随便讲讲，你还真的给我去上厕所？哦，对不起，陈夫人。相惜又相恋，誓死不分离。啦啦啦啦啦啦啦，誓死。第2位，谢谢，谢谢光临。真的不要忍，没关系。我们有1就有2，无3不成礼，好不好？凑个福禄寿吧，好吗？哎，真的。我按那青菜公公，你真正搞我去。好了，只有福禄寿可以了哈，没有第4位了哈。但是第4位是去还是可以的，事事如意了哈。哎，唱到哪一个 key 了？誓死不分离。会唱的朋友一起来。我俩在一起，誓死不分离。花前香依偎，随伴两相惜。
下，全场的掌声加尖叫声在哪里？后面的很大声呢，后面的，我听到你们的欢呼声。嘿，我俩在一起，誓死不分离，花间相依偎，随伴两相惜，山间动歌唱，月下雨一起，海枯石隔浪，情深永不移。一起来，相信又相恋，誓死不分离。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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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死不分离。相信又相恋，誓死不分离。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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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死不分离。哇，魅力四射！谢谢，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首歌曲。哦，台湾黑熊， Hello， 沙漠骆驼。旁边的不要笑，河边青蛙。没有，我是河边青青草。青青河边草。黑熊，你要喊到黑熊。哟，哎，骆驼，哎，到，哎，卡博。甲你头了，甲脖，哎，乱细算讲。sorry，来青蛙福建讲讲。青蛙，不是，青蛙叫 frog。 OK。哦，来，刚刚那首歌的确是很好听，是。但是有好多歌都是百听不厌。对，那么刘家昌老师呢，其实他写很多歌曲当中呢，除了给歌手演唱之外，当然也有很多歌曲是男女对唱的歌。接下来这首是非常经典的，谁都会唱。红分吗？这样有没有想要怎么唱呢？啊？有没有想要怎么唱？这是哎男女对唱的歌曲。合唱啊。就我们两个对唱啊。 OK 咯，反正你好不好唱到很累了，大力汗、小力汗。啊，对，也是。啦，那你先做休息。您先休息休息，好，洗个澡，喝杯茶啊。没有，洗个澡喝杯茶是要干嘛？是皇上要侍寝是不是？还洗个澡？然后就叫那个太监呢，把你包起来。太监，包包哎。我们如果3位要有太监的话，那不就是哦？他不是太监呢，那个是皇上。但是有时出现，有时就不见。OK，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曲《在雨中》。来，我跟建斌大哥一起来合作，掌声鼓励，欢迎2位，多多指教哈。在夜里，我吻过你，可是你妈妈不愿意。在春天，我拥有你；在冬季，我离开你。有相聚，也有分离。人生本是一出戏。 有欢笑，也有哭泣。不知谁能躲得过去？你说人生眼里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有雨我不言语，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 承受数不尽的春来冬去。你说人生眼里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有雨我不言语，只
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承受数不尽的春来冬去。下来，我们一句你一句。我们要分男女哦。OK。大哥们，你们坐在哪里？大哥。大哥们啊，由建兵大哥来领队，那女生就是OK。我唱前边，在雨中，大哥们唱，我送过你 ，OK， 好不好？分分唱啊，分分。那我唱，我在夜里，我吻过你，我吻过你。OK， 准备。在雨中，好小声哦。再多一次，再来。在雨中。哇，贝斯很强哦，不错哦。在夜里，哎，大声点了。你有吻这样大声了没？在春天。Very good 啊。有欢笑。一起来，不知谁能躲得过去。你说人生眼里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有余我不言语，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承受数不尽的春来冬去。你说人生眼里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有余我不言语，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承受数不尽的春来冬去。大声点，啦啦啦啦啦。你说人生眼里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有余我不言语，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承受数不尽的春来冬去。谢谢你们的掌声，谢谢你们的欣赏。哎塞，很好听哦，这首歌听了很有那个场面，所以有那个画面也是。这种音乐只有鬼才写得出来，真的就是永不退流行。哦，你看这首歌有几十年了吧？哎呦，呀，最少20年了吧？应该有吧？有哦。但是我们现在唱起来还是觉得很舒服的。而且他的这个写词哈也是蛮容易了解，蛮容很易浅白易懂。在雨中，我见过你；对，在野地，在夜里，我吻过你。你看浪漫这种简单的歌词，令博也会写。而且，哎哈，啊，就是你可以嘛？我只是你只会写20年前，而且那个年代是没有 AI 的年代哈，对，都要靠脑子的。所以20年前我是忘记写，所以变成刘家昌先写。OK， 安哥，你可以去后面喝茶了。到我了。我去后面自我陶醉一下。自我吹捧，笑哎！来，那接着下来呢，让我呢来给大家呢，选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海鸥》。本来这首歌的编曲呢是非常非常慢的一首歌，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大概70% 的歌曲呢是已经走抒情路线的，所以我们就跟我们的艾文老师配合，用恰恰的版本来给大家献唱这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OK，《海鸥》送给您，希望您会喜欢。
着翅膀，看着前方，不会迷失方向。飞得越高，看得越远，它在找寻理想。我愿像海鸥一样，那么勇敢坚强。谢谢大家，一起来拍拍手，好运跟你走 ，Let's go， 一起唱。海鸥飞在蓝蓝海上，不怕狂风巨浪，挥着翅膀。看着前方，不会迷失方向。飞得越高，看得越远，它在找寻理想。我愿像海鸥一样，那么勇敢坚强。Oh yeah！飞得越高，看得越远，它在找寻理想。我愿像海鸥一样，那么勇敢坚强。谢谢，哇！掌声送给我们的老师哈，虽然他一个人。但是音乐伴奏起来，哇，好像10几个人哎！也谢谢大家满满的鼓励，满满的爱。有多少朋友是第一次大驾光临来到我们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欢喜来唱歌的节目 ？First time here 。Hello， 你们好，谢谢。那其他没有举手的朋友，应该是我们的 regular supporter 咯，我们的长期支持者是不是呀？希望呢，第一次来的朋友也可以跟这一班我们的老朋友们一样啊，每一场的这个表演呢，都能够来支持我们，谢谢你们。哎，如果你们有知道哈，政府有分发的那个100元的一个呢文化券的话，你们也可以用那个 voucher 哈，还是那个 credit 哈，来看我们的节目 ，OK 哈，去多多了解一下。好的，那接着下来呢？有的，那大家应该21岁以上的都有这个 credit， 你可以去看展啊，看一些活动啊。那我们欢喜来唱歌这个节目啊，是可以用这个credit 的，所以大家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上网看一下喽。哈，分了没有啊？我是不知道了，应该10月嘛，应该可能是10月才会分给大家。好的，那接着下来的下一首歌也是呢，这个非常轻松的另外一首的这个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就叫做《一串心》，希望你们会喜欢。醒川川醒，砰砰脸耳红，就是这一首歌。待会我先唱前面两段哦，那我们总共有4段，后面第3跟第4段就交给你们喽。来，大家一起来，谢谢，从第1排到最后1排的朋友，感谢你们。这原唱者沈燕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甜美，第1代的玉女长
清数不清，个个都是我的梦。纵然有几片云飘过，遮不住闪亮亮的情。嘿，心串成心，怦怦脸儿红，都是为了你。是你到我的梦里来，还是要我走出梦中？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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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支离浮萍数不清，偏偏都是我的梦。纵然有几阵风吹过，拂不去浓油蜜的情。心串串心，怦怦脸儿红，都是为了你。看你的心和我连成一串，一生一世不分离。要听一下大家的声音好不好？我请老师小声点哦。天上星星高红，别个都是我的梦。纵然有几片云飘过，You say， 闪亮亮，还有星星脸儿红，都是为了你。是你到我的梦里来，还是要我走出梦中？音乐的魅力就在此，把大家聚在一起。支离浮萍数不清，偏偏都是我的梦。纵然有几阵风吹过，拂不去浓油蜜的情。到你们心心脸儿红，都是为了你。看你的心和我连，一生一世不分离。耶，好听，谢谢大家的配合。一起办，大家都很会唱，刚刚全部有开口的电话全部给我留下来，我帮你们报名黄金年华，好厉害哦！厉害 Excellent， 今天我们的节目嘛，欢喜来唱歌，所以对一定要来唱唱歌哦。那是我们的目的。大家如果没有开口唱呢，就不是啊，欢喜我们来唱歌了的欢喜来唱歌。是的，所以呢，除了欢喜来唱歌，真的要祝福大家健康又快乐哦。下一位呢要登场的这一位，哎呀不得了了，他的我们身份不一样哎。呦，他是制作人哦。对，他是刘老师在新加坡唯一2场演唱会的幕后策划人。是的，大家也对他非常的熟悉，也就是我们弹唱人，欢迎蔡艺艺人。人，对，蔡艺人老师。大家下午好，三位主持人好。嗨，我们蔡老师呢也刚刚呢在 Indoor Stadium 啊完成了一个非常大型的演唱会，那是一个新谣的演唱会，哇，反应真的非常的好。是，我们也要请到我们蔡老师哈，跟我们说说跟刘家昌老师的这段渊源哈，是怎么认识他的？从小就听他的歌了，然后非常喜欢这位一位音乐人。然后我在2010年的时候去台湾看他的告别演唱会，然后一群新加坡的朋友，很多人啊，整百个、几十个吧，大概整百个。我们去到那边看的时候，觉得这是最后一场了。我万万没有想到说，在过了4年后，我竟然可以在新加坡办他的演唱会，所以是中间有很多的过程啊。这个过程可能我会写进我的书里了。OK，我会出第2本书，所以我会把很多跟刘家昌老师的互动写在里面，因为我们跟他相处了那好几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哇，厉害！他已经告别了，你还能说动他，对，再来新加坡开一场，是你是用黑社会吗？硬势力。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诚意打动他嘛，因为我们特别飞去香港找他，然后当他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真的
哇，看到偶像，对对，真的眼泪真的是要流出来。而且刘家昌老师他阅人无数啊，他知道说谁是真正有诚意的，他一看一定知道的。他有考我们哦。哦，怎么讲？他就会说讲到音乐，讲到什么歌，然后刚好其实我们很熟悉他的歌，所以他讲到每一首歌，我跟我太太就唱给他听。哇，有备而来，你们真的是粉丝。这个有备是从小时候就开始了，这个是2、3年也准备不了的。对，所以他一讲我们就唱，后来他真的说，哎，我真的拜给你们，你们真的是我的歌迷。佩服伯乐。然后后来真的就是，而且我觉得刘老师会来新加坡，主要是他很喜欢新加坡，也很喜欢新加坡人。他觉得他来新加坡，大家聊的都是他的音乐，除了这个没有其他的，这是他最喜欢的，因为以音乐为出发，然后大家都很喜欢他的歌，在这里他得到很多音乐上的支持和热爱，我觉得这是他喜欢新加坡的原因。所以真的是你也是很觉得很荣耀，能够主办他的演唱会。是，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屏幕哈，看一下有影片老师，哇，这是18年的那个最后一场演唱会了，就是他过了这个演唱会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办演唱会了，就是那个记者会。所以其实，在刘老师过世前的2个礼拜，我们有去台湾看他，那时候他已经病得相当严重，然后讲话也不清楚了，但是他就一直跟我们聊了很多，然后他的几个好朋友，包括我跟我太太，我们就在他的床前唱很多他的歌给他听。他其实听，他其实挺开心的。然后他讲了一句话，到现在还是我觉得听了之后，觉得是永远的遗憾，也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就是其实，在2年前他已经答应我们说要第3次来新加坡办演唱会了。可是后来他就因为是这样生病了，然后他跟我讲，他用非常模糊不清的语言，那个嗓音跟我讲说，我还欠新加坡1场演唱会。哇，所以非常难过。但是这个愿望永远无法实现了啦。是，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刘老师的歌永远的传唱下去，因为他的歌真的是一代人的记忆吧。对那当然今天老师来哈，也有带了一位伴奏师啊，对，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以前我们坛上人在办演唱会之前，我们是做民歌餐厅的，所以景发是我20几年前一起在民歌餐厅演唱的合作伙伴。然后景发今天好像也是第一次在华族文化中心表演，大家给他掌声鼓励，欢迎老师，谢谢。然后他好像有话要说哈，让我帮你开一个麦。有开了吗？麦开了。有开吗？大家好，大家好。景发，你知道吗？这个是华族文化中心哦。是。你知道现场有大概5000多人呢。对。我看得到。OK， 那这个你临走的时候，刘老师有没有说一人过来？老师有5000万，要放在床底，你去挖出来。我跟你讲，这边那个刘老师是完全没有金钱概念的一个人，真的，他没有银行，他没有银行户口，他也没有 wallet， 他没有钱包的，他也没有手表，他身上只有1包烟。然后当他把烟一拿出来的时候，他也没有打火机，因为他的烟一拿出来，旁边的人立刻跟他点火。所以他不用带打火机，他只要带烟就好了。对，然后去到哪里都有人请客。我觉得这个人物我觉得可能已经是这个以后也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一个人物。是，因为他的地位嘛很超然的，所以我很羡慕你能够跟他有这一段渊源，这份情感在所以今天好好的来演一下。好，待会我们再帮你这个彻查一下那个5000万到底流向哪里去了。那也非常的感谢我们的蔡老师今天答应来做这个演出，谢谢你啊，谢谢你们。好，第一首歌带来的是老师早期的一首作品《街灯下》，谢谢。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掌声鼓励，欢迎蔡依林老师。今日街灯如昨，灯下一片荒漠。昨天随风吹过，留下了今天的我。街灯为谁明亮？
谁的寂寞？当我不再走过，觉得也忘记了我。今日街灯如昨，灯下一片荒漠。昨天随风吹过，留下了今天的我，街灯为谁明亮，照亮谁的寂寞？当我不再走过，街灯也忘记了我。今日街灯如昨，灯下一片荒漠。昨天随风吹过，留下了今天的我。街灯为谁明亮，照亮谁的寂寞？当我不再走过，街灯也忘记了我。谢谢。我刚才说，刘家昌老师是我们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音乐记忆。有一句话形容他是非常贴切的，就是说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首刘家昌，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听过他的歌，然后曾经在他的歌里面得到很多美好的回忆。我们给已经离开我们，从12月2号他过世到现在已经离开了一阵子的这位让我们尊敬的这位音乐人一个怀念的掌声，好不好？谢谢刘老师。那我说我们从小就听他的歌，所以刘老师有很多的作品其实是跟秋天有关系的，对不对？大家刚才有听到《秋思翩翩》，还有以前珍妮唱过的《秋歌》，他特别喜欢秋天，我觉得他很喜欢写秋天。那我们小时候，我们都没有机会坐飞机，没有机会去到国外领略春天、秋天四季的那种感觉。我们真的是在文字里面，在音乐里面去体会什么叫秋天。所以秋天的歌特别的让我们怀念。现在带来一首刘老师曾经写过的一首跟秋天有关系的歌曲，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歌名叫《深秋》，献给你们，谢谢。南风吹彩悠悠，一江春水长流，就在这青草原，盼望和你相见。我愿变作一缕青烟，飘回到你身边。
像流水不回，往事已不堪回味。曾想是在心扉，深情和我长相随。南风吹彩悠悠，一江春水长流，就在这清朝园，盼望和你相见。我愿变作一缕青烟，飘回到你身边。时光像流水不回，往事已不堪回味。曾想是在心扉，深情和我长相随。我愿变作一缕青烟，飘回到你身边。时光像流水不回，往事已不堪回味。曾想是在心扉，深情和我长相随。谢谢蔡艺人，还有锦发的伴奏哈，谢谢两位精彩的表演。所以接着下来，应该是轮到谁唱呢？你们说？我啊，你们怎么知道呢？换了衣服就是唱歌的衣服。OK， 轮到我了，对不对？我也是很喜欢刘家昌，我今天特别挑了2首。歌名都是第一个字是我的，我家在哪里？好听吗？还有我找到自己呀，所以你们要一起唱好不好？我比就是你们唱，好，所以你们要准备一下。你们来华族文化中心看节目，不是一般的观众，你们是有要工作的啊，你们也是一半个歌星，好不好？你们是半个歌星啊，呀，所以为什么叫欢喜来唱歌？就是你们进来我们这个剧场啊，是也要唱的，哦，不是只有我们唱，只有我们唱就没有意思了。我们就是希望你们也唱，呀，大家一起唱，好不好？
来，我家在哪里？风又轻轻吹起，吹动着青草地，草浪缓缓推来推去，景色真美丽。夕阳又照着大地，Very good。草浪喜阳连成一片，给自己一个掌声。每当我经过这里，还有一条青青小溪，顺着小溪往下去，一起来。那是我温暖的家。再来一遍。每当我经过这里，还有一条青青小溪。顺着小溪看下去，看到什么？那是我温暖的家，我住在哪里？再来一次。那是我温暖的家，我们这样共同完成一首歌，是不是很快乐？对不对？你也有唱，我也有唱，我们唱来唱去，唱来唱去，啊，这样来这里才不负此行啊！OK， 接下来我找到自己。有一些人没有运动，太胖了，他找不到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瘦下来，才找到自己。Music。
我往哪里去才能找到自己？过去已成回忆，我迷失在痛苦里。我往哪里去？过去让它过去，我再不要，我再不要啊！我找到。太棒了，掌声鼓励！我们都融在一起，大家都有默契。我不唱就到你唱，你唱一直唱，不要停啊！来，我往哪里去？过去已成回忆，我往哪里去？过去让它过去，我才不要，我才不要我找到。哇，跳起来，跳起来！好活泼。再来，我才不要，我才不要我找到。哇，指挥，指挥，指挥不要停，掌声不要停，指挥不要停，掌声不要停。耶！哇，谢谢大家帮大哥找到失落的自己啊！谢谢。刚才你有听到我的和音吗？我很努力嘞，后台。我才不要红心大奖，我才不要红心大奖。你知道我多么感动你？怎样怎样感动？因为最重要是大家爱唱，是对不对？而且还唱愿意得很好唱，他们肯唱，他们会大声唱。对，而且2首歌，大哥2首歌下来，你差不多唱1首而已呢。哎，但是我这个指挥更辛苦啊！还要跳嘞，他怕后面的看不到，还要跳，你知但道吗？是指挥厉害哈，当然呢也要唱的人厉害啊，对不对？哎呀，你们最棒了，谢谢你们。 I love you, baby。 saya cinta padamu。啊，感谢大家啊，谢谢。谢，撒浪嘿。 OK， 好，那不要一直让你看一个矮的人唱哦。我们请个美女出来。我们从头到尾也没有都很矮啊。
啊，也是有高的啊。刚蔡艺人老师也是高的啊，对不对？啊，但是这个是美的，这个是美的，因为他是刘家昌老师的演唱会的嘉宾。哇哦！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很荣幸请到他。对，他也曾经是我几年前2次演唱会的嘉宾。哦，我以为他也曾经是我哇，大哥你要接快一点呢。哎，能够担任刘家昌这个大师的演唱会的嘉宾，没有2把刷子，整个3把、5把、8把刷子，怎么登上那个大舞台，对不对？是啊，他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初恋的地方》，让我们掌声鼓励，欢迎鲜红。谢谢你们，谢谢3位，大家好。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我永远不能忘。我和他在那里定下了情，共度过好时光。那是一个好地方，高山青青流水长，陪伴着我们俩。初恋的滋味那么甜，怎不叫人向往？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的到来。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我永远不能忘。我和他在那里定下了情，共度过好时光。那是一个好地方，高山青青流水长，陪伴着我们俩。初恋的滋味那么甜，怎不叫人向往？那是一个好地方，高山青青流水长，陪伴着我们俩。初恋的滋味那么甜，怎不叫人向往？哇，好听好听，鲜红。谢谢您，欢迎3位司仪好，您好。是的哎，马上呢，话不多说，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演唱会的片段，好不好？对来，请上片段。谢谢。哇，真的，你哇看，想当年，2018年，新加坡音乐哇，拉你的手，拉你的手。对，必须要牵手，必须。在雨中，哎，很少看到 Coco 还有紧张的时候。对，而且他一牵手，那个小女孩的感觉都跑出来了。哎呀，非常的崇拜的偶像。哎，上台之前还是会紧张，对不对？会排练的时候最紧张。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排练紧有张排练。你紧张什么？你紧怕给他骂张什么？因为毕竟是大师级的人嘛，这个我这种小咖，这个别这么说他的学生都是很有名的。你可不是小咖呢，现在我都要称你一声红姐、小姐姐。而且我跟你讲，我们的小姐姐啊，哎是除了刘家昌老师的特别嘉宾之外，是她还参与过成龙先生，对还有周华健先生的特别嘉宾呢。成龙也出过啊，成龙。哎呀，他是来颁个大奖。哦，然后你们合唱，对，我们商业的吗？商业。哎，哇，他拿了很大的一张支票。什么意思？有人捐钱给他的一个机构就对了。对。那可见他的
这个国际关系影响力非常的有。没有，因为他们都是男生啊，所以需要女孩子来帮忙一起唱。我们也有林如萍啊、二姑啊，为什么琼芳啊？琼芳为什么？没有叫。下次如果有这样的舞台哈那需要2位嘉宾的话，哎呀，这个不好意思，是提拔一下，接着下来就是配分的时间了。我也多么好彩那个时候他还小，要不然轮不到我了。会带刘老师带孙出来唱歌的感觉。对。OK， 那反正是一个成就了。对，也是很感动，这都是感觉就像在昨天一样的事情的呢。是，好，那他牵你的手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没有，是我牵他。牵他？怎么牵呢？我也抱他。那时候怎么牵？我一上台我就，老师好。哦，是这样的感觉。Hello， 以为你是 Super Glue 啊？老师好。牵了会有感情哦。我自己想到的，一定要先牵手，完了以后再拥抱。拥抱就不用了，拥抱就不用了。咱们嫂子坐在台下第一排呢。是滚，不是吗？那接下来的必须的，不能放过。用这首歌曲要祝福大家，希望大家每天的生活都跟这首歌曲的歌名一样，有真情，有活力。再次欢迎鲜红 Coco。谢谢3位非常优秀的主持人，也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现在算是晚上了吗？还没有到，是不是快不多6点钟了哈 ？OK， 也算是下午的时间了哈。那么感谢你们的到来，那么就唱上这首有真情有活力，同样也是刘老师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这首歌呢，原唱者应该是珍妮那凤飞飞也有唱过，所以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有真情有活力，送给你。我们生活在美丽的世界上，事事都如意。有一个我，有一个你，还有我们的原地。我们生活在这善美的世纪，有真情，有活力，有意义。自从我认识了你，生活更加乐趣。我们常在一起，永远永远也不分离，相亲相爱，分秒都相依。我爱你，请牢记在心里。谢谢。生活在美丽的世界上，事事都如意。有一个我，有一个你，还有我们的原地。我们生活在这善美的世纪，有真情，有活力，有意义。自从我认识了你，生活更加乐趣。我们常在一起，永远永远也不分离，相亲相爱，分秒都相依。我爱你，请牢记在心里。谢谢，再次谢谢您，谢谢您热情的掌声，谢谢大家。自从我认识了你，生
或更加的去。哦，我们常在一起，永远永远也不分离，相亲相爱，分秒的相依。我爱你，请牢记在心里。全情投入。谢谢， Thank you Coco， 谢谢你，谢谢，谢谢。再一次谢谢鲜红带来的歌曲。好，那么今天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开心吗？欢喜不？有欢喜，今仔日的节目不？有开心就好，欢喜就好。最重要是大家要欢欢喜喜，因为我要来呼吁大家做一个呢 feedback， 我们一个反馈，反馈非常的简单。待会儿呢，在外头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分发 ice cream stick 给你们，那你们投进我们的箱子就可以了。我们会问你们几道问题。第一个，大家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是或者是不是？那第二题，你们的年龄层是65岁以上还是64岁以下？对我们的节目还满意吗？请大家通通放到满意的箱子里面哦。那认为我们在剧中刚刚分享的各用其道安全通行的讯息，对你是否来说有用？有或者是没有？或你会不会跟你的家人朋友分享各用其道安全通行的讯息？会还是不会？谢谢。是，那下一场的演出即将在我们8月27号的中午12点半以及下午4点有2场。那当然现场还有票哦，那大家可以也到我们的柜台或者是到我们的 System 就可以买到票了。我们来看一下大荧幕。 Thank you 啊，Thank you 啊。下个月有哪一些巨星呢？下个月即将迎来也是我们农历7月我们的歌台 Superstar 呀，有这个吕伟伦，这个是海南妹丽颖。张嘉玲，还有罗恩琪。是的，因为呢，我们歌台也是新加坡独特的一种文化，所以呢，也在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给大家呈现。多的 superstar 要来喽，他们的服装啊，白灯啊，多过白明灯啊。是的。那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再跟大家高歌一曲，来个大家大合唱。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誓言》。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表演嘉宾张养欣。谢谢，还有鲜红，欢迎。大家一起来，来一起来唱。江水东流，一去就不回头，永是落叶时候。记得你我就在此地分手，转眼已散秋。你可知道我天天地在等候？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的演出又到了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是的，结束就是为了我们下一次的开始，不要忘记了，我们下个月27号，在我们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一起来见面哦。你们一定要再回来看我们哦！谢谢大家。你可知道我天天地在等候，等你与我长相守。你临走留给我的誓言，就像江水不回头。祝大家身体健康，欢喜来唱歌，谢谢，健康又快乐。拜拜。小心我们的台阶，小心。今天等一下会亮灯，大家再等会儿哈，谢谢，安全第一。拜拜了。人生越老越精彩，歌声唱出心中爱，每个音符将花开，欢乐岁月不停摆。酒碗只是美的记载，心里烛火人在燃烧，挥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欢喜来唱歌，快乐无心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手段，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银发也能闪耀光彩，歌声让我们更自在。年岁的数字从不感慨，心中青春永远存在。每句话音都充满爱，一起唱歌，星空最亮。老人尽显自己主宰，每个音符。